在地消息来关心，今仔日透早南投仁爱乡的第14架线有路段因为结霜氧气就变较骨，造成有几若台乌多摆拢厝倒去。警方表示，这日当了后，第8线甲第14架线的路况变化有较大，就要搁较注意线区的状况。骑机车人经过弯曲的线路，就要驶过弯道时，车身起去，刷落来就变到伫涂骹连人惨车往头前出去。技师拢着刷边才停落来，还阁差一点仔，互对向的车撞到。好佳在只是受到轻伤。意外发生伫初六早起6点外，母岭通往小雪路的水晶宫路段，因为路面结冰，造成就线的人机塞车。看到车友表示，至少有5台。台14甲线31至33K 水晶宫路段因路面结霜溶解，五岭至松雪楼路段山区弯道容易造成车辆打滑。警方表示，最近有不少民众夜冲母岭单日出，也提醒用路人入冬了后，第8线甲第14架线路况较侪变化，就算进前爱关注气象甲道路资讯。台管处也提醒，这个路段日照时间短，只要水气有够加上气温低，路面就会结冰。上山的时候车速要慢一点，然后要携带保暖的衣物，然后不要勉强的冲上山上。第一个是当然是速度放慢，第二个是转弯的时候尽量不要车身倾斜。那当然，如果知道最好是不建议上去了，因为那个结冰确实会影响操控很多。何必杰表示，这个路段若结冰，路面会当讲无摩擦力，重机骑士经过这个路段，爱避免龙头过度转向，利用重心转弯的方式慢速驶过弯。车辆也爱加挂雪链。不过事先若知影路面结冰还是积雪，爱避免去较不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